AI 寫論文利用 AI 輔助寫論文是完全可行的，但必須將其定位為研究助手而非包辦代筆。國際主流期刊與大專院校普遍禁止直接由 AI 生成論文主體，且學界已廣泛使用 Turnitin 等 AI 偵測工具檢查。為了安全、合法且高效地利用 AI 推進論文進度，以下是將 AI 融入學術寫作流程的完整攻略。論文寫作的 AI 工具推薦。寫作階段推薦 AI 工具核心功能與優勢：文獻搜尋與分析 Perplexity AI、CSpace 自動搜尋真實論文、統整文獻重點並提供正確引用、文獻整理與消化 NotebookLM 上傳多篇 PDF 論文，讓 AI 自動生成摘要與導讀問答、大綱與草稿發想 ChatGPT Claude、Gemini 輸入研究動機，協助產出邏輯嚴密的論文章節大綱。學術英文引式 Paperpo、Wordrise AI 修正文法錯誤，將中式英文轉化為正統的學術文體。AI 輔助論文的黃金5步法： 1. 研究主題與大綱發想，切勿讓 AI 直接寫內文。你可以提供研究題目，讓 AI 協助建構框架。實用 prompt： 我正在撰寫一篇關於智慧城市中 AI 垃圾分類系統的效率的碩士論文，請幫我規劃這篇論文的標準學術大綱，包含前言、文獻探討、研究方法、預期結果等章節。 2. 文獻回顧與資料提煉。 AI 有幻覺特性，容易捏造虛構文獻，務必使用學術型 AI 如 CSpace 或 Aver 來搜尋真實存在的學術論文，並為你翻譯或總結核心觀點。 3. 自己撰寫初稿 ，AI 進行擴寫，用你自己的話、數據和研究發現寫下段落重點，再交由 AI 依照學術邏輯調整。實用 prompt： 以下是我這段研究的重點，數據顯示方法比 B 方法快20%，但成本比較高，請幫我將這段話改寫成適合學術論文 academic tone 的繁體中文段落，並加強邏輯因果關係。 4. 嚴格的英文與文化隱飾，這是目前學界認可度最高的 AI 用途。在投稿或交稿前，利用專門針對科研設計的 Gabable 修正語柄，提升內容流暢度。 5. 自動生成參考文獻，使用 Papagei 或 Writeless 等工具，將你引用的資料自動轉化為符合 APA、MLA 或 Harvard 格式的標準文獻清單。